讀小先知書咧，有一個困難嘅地方啦，章節雖少，但好難明白。正因為困難，就讓我哋唔好一個人，而係一齊讀呢本約珥書。剪蟲剩下的蝗蟲來吃，蝗蟲剩下的蝻子來吃，蝻子剩下的螞蚱來吃。約珥所描述嘅唔係一個寓言故事，我哋相信當時真係發生過一場毀滅性嘅蝗災。呢一場蝗災嚟咗4波，每一波食到前一波剩返嘅，等最後一波過完，乜都冇晒。葡萄園、無花果、田裏嘅莊稼全部被啃光。喺古代農業社會，冇糧食儲備與進口，一場大規模蝗災等於係一場末日，人民與動物會直接餓死，連聖殿裏獻祭嘅素祭同埋奠祭都停咗，因為冇嘢可以獻。好多人遇到災難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咪命運，係咪天命，係咪我注定要經歷呢啲事情？但係聖經其實唔係用命運呢個框架嚟睇人生。希臘羅馬人相信 fate， 中國人講天命，好似有一股冷冰冰、不可抗拒嘅力量推住人走。但約珥唔係咁樣理解蝗災。對約珥嚟講，蝗災係真實嘅災難，但係同時都係神在工作。神甚至稱蝗蟲為我打發嘅大軍隊。然而神工作嘅目的唔係毀滅，而係召回。面對呢一場毀滅性嘅災難，約珥冇解釋點解，佢做咗一件睇似奇怪嘅嘢，佢召聚全民禁食禱告。約珥嘅邏輯極其特別，佢喺度講：既然你哋反正都冇嘢食，把呢份飢餓獻俾神，把一場不得已嘅飢餓變成一場主動嘅尋求。當你乜都冇咗，你唯一能做嘅就係返去神面前。約珥對佢哋話：你們要撕裂心腸，不撕裂衣服，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，因為他有恩典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的慈愛。喺古代近東，撕裂衫係哀傷嘅表現，但係神話我要嘅唔係你外在嘅表演，我要你內在嘅破碎，撕你個心，唔好淨係撕你個衫。約珥喺度邀請百姓返到呢位你哋一直都認識嘅神，佢嘅本性冇變，佢仍然有恩典，返去啦。耶和華就為自己嘅地發熱心，憐恤佢嘅百姓。呢節經文呢係整卷約珥書嘅樞紐，經文冇詳細記載百姓悔改到咩程度，只係講佢哋做出咗回應，禁食哀哭，然後神立刻動了心，神發熱心，唔再任憑荒涼繼續落去。從第18節開始，成本書完全翻轉，一切都變成咗應許與復興。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補還你們，你們必多吃而得飽足。補還 Shalom T 嘅字根係平安完整，唔係俾啲補償，而係將你失去嘅一切還原到完整。而且請注意，神講嘅係補還蝗蟲所食嘅年日，神要補還嘅唔只係物質，係時間本身。但係俾我哋老實地問，失去嘅年日真係能夠被補還嗎？因疾病失去嘅黃金歲月能還原嗎？表面上不能，因為時間係唔會回轉嘅。約珥嘅應許係神有能力從毀壞中創造更多嘅果實。蝗蟲食咗嘅田地，出年可以種出更豐盛嘅收成。失去嘅年日本身唔會返嚟，但係一個喺苦難中行過嘅人，可能得到順境中永遠得唔到嘅智慧，亦都更能安慰人哋。苦難係真實嘅壞事，但呢個意味住神有能力唔浪費任何一年，即使係被食晒嘅年日，佢都能從廢墟上種出新嘅果實。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，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，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，少年人要見異象。
呢個可能係小先知書中最震撼嘅預言，佢喺五旬節嗰日開始應驗咗。約珥最革命性嘅宣告係凡有血氣嘅。喺舊約，神嘅靈只臨到君王同先知，但約珥話聖靈會澆灌喺所有人身上，無論男女老幼，甚至奴僕。咁呢個打破咗所有社會與階級嘅界限咯。但係點解聖靈澆灌嘅預言會出現喺蝗災書裏邊呢？因為蝗災咧係聖靈澆灌嘅序曲，當嗰場毀滅讓百姓一無所有嘅時候，神不但止補還佢哋失去嘅，仲將佢嘅靈澆灌落嚟。有時我哋生命中最難嘅時期，反而係聖靈最能做工嘅時期。當一切被奪走，你終於準備好接受神真正想俾你嘅禮物，唔係原本嘅田地，而係神自己嘅同在。故事冇停喺以色列內部嘅復興。第三章，神發出咗最後嘅宣告，佢要將欺壓百姓嘅列國聚集喺約沙法谷受審。約沙法嘅意思就係耶和華審判。先知以賽亞同彌迦曾經預言喺和平嘅國度裏，啲人會將刀打成犁頭，將槍打成鐮刀。但約珥喺呢度做咗一個極其強烈嘅反向呼籲。佢對嗰啲欺壓神百姓嘅列國講啊，你哋要將犁頭打成刀劍，將鐮刀打成戈矛。呢個係一場終極嘅決戰。神在宣告對邪惡嘅容忍已經結束，公義嘅清算即將開始。神唔單止係一位安慰受苦者嘅神，佢亦都係坐喺寶座上邊嘅審判官。咁神咧對我哋生命嘅補還咧係有兩個層面。第二章嘅補還咧係還你被食走嘅年日，而第三章嘅補還係還你被踐踏嘅尊嚴與公義，嗰啲惡人故意造成嘅傷痛。神說：我冇忘記，我會親自為你伸冤。全書嘅最後一句話係：因為耶和華住喺錫安。呢一切嘅終點，約珥書最大嘅祝福就係神永遠同佢嘅百姓同住。約珥書最後嘅答案唔係問題都解決咗，而係神仲喺度。神允許蝗蟲嚟，但蝗蟲冇最後嘅話語權。神允許苦難，但苦難冇最後嘅話語權。因為成個故事，蝗災與豐收，失去與補還，都喺佢手裏邊。如果今日你正企喺自己嘅廢墟上邊呢，願你歸向神，相信佢必補還，並等候聖靈嘅澆灌，因為失去和補還都在他手中。願神與你同在，也門。